这一次的和光网式灯区，从望月桥、承天桥到安义桥，总共有10件作品，想要带给大家一个类剧场形式，也包含了可以有一些亲子的，也有一些动力装置的，甚至有一些灯光剧场型的展演，希望大家有点像是行动艺廊的感觉，让大家在这个运河旁边不但欣赏美丽的景色，街头的艺人，然后也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当代艺术的作品。从作品的第1件到第4件，它有点类似剧场的概念，行动剧场的概念。它是在从整点开始播放3分钟的表演，然后让你走到第2件作品，它有5分钟的表演，然后它就是走到第3件作品、第4件作品，它好像是一个剧场的形式。你走到了第4件剧场，它有30分钟的一个展演的感觉，可以让大家去做一个感受跟欣赏。谢谢文化局跟策展的老师林宏文老师的邀请，然后让我可以有机会参与这次400年灯会的制作。那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新城记》。台南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是你可以会有进城跟出城的感觉。那这件事情在现代人的体验是比较少的。这个是我们做这个作品的其中一个初衷。这次的作品里面啊，我们在新城的部分，我们有放了几个代表性的建筑物，譬如说，我们从荷兰刚开始，在1624年进来的时候，他们所慢慢发展出来的热兰遮城，然后在明朝的时候，赤坎楼、大东门，然后到后来的林百货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南400展区其实一开始就是一个船、一个帆的意象，所以其实他在带我们看见安平跟世界的关系，然后接着其实是各种不同的身份的艺术家，那国外的、国内的原住民、客家或者是新住民。那我们从他们的创作当中，他们其实在体现一个安平作为一个多元的文化跟人群的互动的平台。那运河那边其实我们用了比较科技艺术的做法，因为运河其实它没有这么的宽，它那个场域的可控性很好啦。那我们希望在那边其实用一种比较科技艺术，然后声跟光的相互的结合。台湾灯会，我们在安平灯区，想要呈现跟表现的其实是回应一个2024年台南400的精神。那安平作为一个台湾乃至于台南面对世界的窗口，这400年来，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多元族群在这边的汇聚。那当然它也有冲突、有协调啦。所以这个安平灯区，我们认为它不应该是像沙仑灯区一样，就是一片大放光明的，然后只靠一个单一的。我们靠的比较我们说单一的作品的主灯来呈现它的气势。它应该在安平灯区，我们在讲一个故事然后那个故事里面有很多的主角一起来参与我们对那个故事的诉说这些主角就是这些艺术家们原住民啊、客家、汉族、新住民、日本、荷兰甚至于印尼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台南跟安平多元性的代表啦。那通过他们的作品，我们希望能够看见这个安平在过去的历史的特色然后我们也希望透过也经由安平然后经由这些作品，看见这些多元文化怎么在当代展现出一个新的时代的价值。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2月3日到3月10日，邀您一起来台南赏灯。大家好，我是柯曼晶，欢迎收看3月8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政府为了响应国际妇女节，特别邀请女性青农以及农会总干事伫百货公司举办活动。现场除了行销优质的农特产品，也提供义卖做爱心。台南市政府农业局为行销台南在地农产，8号上午邀请女性青农以及几位女性农会总干事代表，
共同伫个台南大湾东百货举办南农女力有爱又美丽的行销活动，包括湾东百货总经理徐雪芳，以及拄对日本参加食品展回来市长黄伟铁，拢亲自到场，为台南女性青农的农产品大力来行销。在帮大家在推农产品做展，所以我觉得你们台南人好幸福。当然市府团队也是非常厉害的角色，每一次都非常用心的规划这些活动，然后找来这么多这个很能干的女力青农们，佩服佩服，种出来的样样水果跟都非常的鲜美，然后外观也是非常的好，而且种类非常多，很辛苦。各位美丽的女力，能够让台南的农业更美丽，农产更美丽那农产更给力这些年来，台南的农特产品不仅是品质很好，但是品质很好也要走到对的通路，才能够让很多消费者了解。所以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着重一方面国内的通路的打开让很多优质消费地的消费者能够认识、了解，进而喜爱我们台南的农特产品。那另外国外的部分，也要借着参加食品展的机会能够让许多国外的好朋友一直认识了解。那目前为止接下来已经会有相当多的各大通路商还有电商平台，还有甚至实体的摊位能够上架台南的农特产品。市府农业局表示，台南青农联谊会经营至今，总共有31个分会，伫2000多名的会员中，女性青农有507位，大约占1/4。加上33间的农会，其中有13间农会总干事是女性。因为今仔日拄好是国际妇女节，台南青农女力嘛捐出一批农产制品，由着市长现场来拍卖。1万块开始喊，在场的大家，我们一桌满满的一桌，2万，营运长喊2万，协理出了比营运长高协理长不好意思，徐总3万，徐总3万，喊3万了，旁边4万，旁边这当时就细拍。一下子喊到4万去了，全部市长还不是1发，不是2发，是全部。李子萌举手，5万，美女5万，4万5，这边档5万，当时就。拍卖品由1万起跳，最后由一名室内装潢的头家担当市长，以着5万块来成交。另外，市长为感谢湾东百货，发挥通路的力量，协助行销台南优质的农渔产品。现场嘛特别致敬讲在南农的店啊。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由台南南区昆新气球原理共同举办的2024昆时馆活动，今年将要伫3月23号、24号登场，结合在地文化，规划美食加优点。今年嘛是气球万红宫12年一变的做节，特别加入古桥在等，欢迎民众踊跃参加。由南区区公所举办落瓦昆戏湾的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15档，轮流伫个昆新、喜洲甲万里地区来举办。今年拄好伫个喜洲地区，加上万丰宫12档一间的3条王石大典，以及台南建城400档的历史。今年的活动更加融入规石的祭典，有考证机号送平安区的糕点，以及庙方赞助超级优惠的板道料理。今年昆喜湾活动已经迈入第15年，那今年的主场主要是在我们的喜树，那适逢台南400年，所以我们今年的活动又把台南400结合进来。那除了原有的主场那边有一些丰富的表演节目以外，那我们也利用小旅行、轻旅行来做一个3D 的一个串联。那今年我们又特别配合台南400，提供了400只的平安龟，在每天应该是说23号、24号2天下午的3点，我们有一个祈福敲钟送平安龟的一个活动，欢迎市民朋友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今年有喜洲万隆宫，有
伊就万隆宫来做主场的嘿，啊，多配合着咱万隆宫台南400年万隆宫嘉新年，这个0年的做笑。啊，阮这个主场的风味餐哦，特别是用12档做一颗石多优待，一道5000块优待1200块，啊3800为迄个个优惠价格。哦啊，我相信大家都踊跃来参与这个今年3月23、24的这个。迄个个昆士湾的活动，啊，24风味餐由阮大庙伫大庙头前来，啊，规个活动拢伫大庙进行，即个头前来做迄个个农产品特展摊位特区，拢伫遐。昆士湾的活动由着地方团体来投入，结合地方文化加产业的体验，不但活动充满深度加趣味感，而且透过形象的包装加创意的优点，市长黄伟泰伫个上午的活动宣传记者会中。嘛，好有市民千万袂用的来错过。澎湖有外婆湾，外婆的澎湖湾，但是我们台南有昆喜湾。事实上，不仅是好吃、好抓、好玩，那还有很多小朋友的亲子活动。那所以昆生喜树跟湾里实在是好吃、好玩、好逛那好买的一个好地方。我们希望说，这15年不仅是形成一个传统，更要出现很多的新的创新。所以我们有这个陶艺展，还有很多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的这个亲子活动都会在这里展开。所以23、24欢迎大家一起来，而且一定要来。3月23、24昆喜湾等你来哦。看到这摆满规道的风味料理以及地方的创意商品，2024乐活昆喜湾的活动。将伫个这个月23、24两天，伫个喜洲万丰宫的广场来举行。想要品尝风味餐的民众，会用个向南区区公所来报名。每道优惠价格是3800块，限量只有100道，报名就要紧。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大家敢有听过女仆的美味魔法，会使互食物变好食这件代志呢？其实毋那是介万介人会去女仆咖啡厅。即摆嘛有真侪民众慢慢仔熟悉这个文化，欢迎介开讲的人会使去体验看卖。你好，因为用餐吗？那我们里面吃喽。旁边稍等，待会。那这边台主人入座，来，你的什么菜不是经常吗？里面请喽。黑白相间的女仆束装，不同以往常见的服务生制服，黑色衣料作为基底，搭配荷叶边的白色围裙，再戴上头饰与可爱的缎带，这才是女仆咖啡馆的标准正装。女仆文化其实是来自19世纪的英国，那它的话呢，是一些事业有成的商人或是一些名流，然后他们打点他们的佣人，我们就会称为女仆或是执事。他们工作通常会是一些生活起居或是清洁工作，比较关于就是日常的生活。那再来演化而成女仆咖啡厅的话呢，是因为在离职后还是会找下一份工作，那下一份工作可能会找比较相近的内容，然后就会是咖啡厅之类的工作。那就这样子流传到了日本，在日本的话呢，动漫文化把它发展成一个就是别有一番的文化，让大众都可以体验到女仆咖啡厅的魅力所在。说起女仆咖啡厅，第一个想到的铁板料理，当然就是蛋包饭。被施加了女仆魔法的蛋包饭，美味等级直接大大提升。美味しくなれ，萌え萌え，萌え萌え，然后对餐点，因为就是从以前，大概从国中开始吧，就蛮喜欢看动画的，对，然后那时候就对就是这块就是非常有兴趣。然后直到就是大学的时候才有机会来做一个尝试，对，因为之前平常也有在玩 cosplay， 然后呢就想说哇，这是一个很酷的文化体验，不一样，对，然后所以才想说，就是觉得这是一个梦想，所以才想说要来当的。不同往常的咖啡厅，在这里用餐，时不时周边都会多一位小伙伴加入聊天。来到这边的客人，男女老少都有，大家职业与兴趣也都不同，相互交流，让用餐环境增添了许多的热闹氛围。我觉得其实蛮开心的，因为平常我算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但是来这边之后可以遇到很多不同领域的人。像其实这边不只会有喜欢看动漫的，也会有很多老师啊，或是一些可能平常不会接触2次元文化的人，然后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一些自己平常不会去关注的事情。
始我聊天都蛮尴尬的，然后我聊天就今天天气很好哎，然后主人就会对今天天气很好，然后我就会大概停留个4、5秒，然后就会都没有讲什么话，对，但是久了之后就慢慢可以抓到那个聊天的频率，这样。我觉得我现在可能去外面在学校，或是跟一些不常见的朋友，可能原本如果在跟他们见面然后互动的话，都会蛮生疏的，但是来这边工作之后，就是聊天啊，然后跟讲话的内容也会变丰富一点。过去 ACG 与女仆咖啡厅文化在台湾都被归类为非主流的次文化，但随着资讯逐渐发达，大家观念也有所改变，以及日本文化的持续引进，大众也逐渐的认识与喜爱上他们。当然有，因为就是我们还是会保留原本一些日本的文化，那就是呢，我们也会引进一些台湾的，因为像我们就是平常客人啊跟女仆都是台湾人，那像我们就是在台湾女仆咖啡优化餐点也会稍微做一些改变，像我们就是有一道比较经典的叫我们招牌炒面面包，那它就是有点改成比较台湾人的口味这样子。对，像我们秋叶原店的话呢，就是我们会把台湾有一些料理，像牛肉面啊或者是卤肉饭引进就是日本秋叶原店的菜单里面。对，然后像就是这样可以让就是日本的主人体验到一些台湾的特色餐点跟文化这样子。想要体验热闹一些的咖啡厅吗？现在许多客人不一定需要喜欢动漫，只要想要与人聊天，不妨来女仆咖啡厅试试女仆的魔法魅力。记者苏安君高雄报道。迈向第7年，士林官邸郁金香展览开始后，拢总有14万株无共色水郁金香，非常的水。来展区内面，除了有代表龙年的特色迷宫，更有来自各国的技术庆典，另外更有树林国小学生的绘丁作品，也请您做伙来看卖。请起喽！2024士林官邸郁金香展相遇祈福正式开幕。在台北市长蒋万与远道而来的日本立波市市长夏野修等人共同揭幕下，2024年士林官邸郁金香展浪漫展开，由14万株近30个品种的郁金香所组成的花海，吸引了包括台北市议员秦慧珠在内的无数人潮前来拍照赏美景。还有民众特别带着宝贝毛小孩入境，直说好看又好拍。你觉得今年郁金香开得怎么样？超级漂亮的，而且很近，很好拍，欢迎大家都来拍。郁金香感觉特别漂亮，因为天气很好，郁金香都盛开，所以在开幕的当天就看到开得非常美丽的各种颜色的郁金香，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花展是值得大家来观赏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在各个展区拍照打卡，沿途受到民众热情欢迎。蒋万安表示，在北市府同仁克服台湾气候环境限制与种植技术，加上日本、荷兰等郁金香原产国支持下，整个士林官邸花团锦簇，美不胜收，充满异国浪漫氛围。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开春的花之飨宴。这一次我们也邀请在地，我们特别邀请花莲丰滨乡撒布可照老师是非常知名的地景艺术老师，规划了一个特别园区。那另一方面，我们也谢谢立波市这一次规划的有一个展示，叫做《风神的祈愿》也就是希望日本的风神带给台湾一切顺利的祝福。郁金香展6大展区，除了大门口呼应元宵节制作的大型郁金香花灯，以及与日本立波市合作的风神的祈愿展区，还有由花莲丰滨乡地景艺术家萨布格照所创作以水流为主题的主题园区外，配合龙年到来，主办单位还规划一座由立体花墙组成的微型迷宫，与龙相遇，希望让好运隆中来。往大门走进来，到露天音乐座前面这个风神的祈愿，这个郁金香是来自日本的郁金香，是比较少见的。那此外，也推荐大家到与龙相遇这个展区，因为其实一入门大家就可以看到立体的郁金香花墙，此外还有大片的郁金香花海，当然也配合龙年，所以您可以在这个展区找到一只可爱的恐龙，欢迎大家来寻找。
在西式庭园世界好运则集结了各国庆典文化特色，让展区充满浓浓的祈福氛围。这个展区叫世界好运，我们其实集结了5个国家的好运。除了刚刚提到的台湾的祈福的天灯跟灯笼以外，事实上还有集结了北欧的金尾巴，还有这个西班牙的12颗葡萄，还有这个荷兰的风车，还有这个就是西班牙海神节的这个象征。事实上就是带给大家一些好运的象征。那祝福大家来赏郁金香，好运都跟着你来。士林国小，蒋万安开心的与士林国小学童合照。这一条光之廊道上方挂满了由士林国小学童绘制的灯笼，配合元宵节2月24号、2月25号2天，士林官邸首度延长开放到夜间10点，灯笼加上天灯、花灯，将闪耀整个士林官邸公园夜空。那今年我们也特别把展期延长到3月3号。另外，我们好像24、25号晚上也会延长开放到10点钟。我们透过灯光的投射，大家来士林官邸看郁金香，又别有一番风味。今年配合灯节，在对面的西式庭园也有一些天灯跟灯笼。那特别在24号跟25号晚上有开放到晚上10点，这可是首次独家就是特别开放的时间。欢迎大家在元宵佳节来一起猜灯谜、赏花跟赏灯。2024年郁金香展从即日起一直到3月3号为止。由于今年气候甚佳，园区郁金香花开得比预期要好，欢迎国人把握机会，一起来士林官邸感受梦幻花海所带来的浪漫美景。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2025汤圆灯会正式开幕，这届主打沉浸式体验，虽然无主灯，但是半点钟就有一个精彩主题灯光秀，还有真侪丰富的表演会使看，也请大家做伙去汤圆。国立体育大学舞龙队的夜光龙表演为2024桃园灯会闪闪桃园闪闪桃林开幕活动揭开序幕。今年的桃园灯会有别传统的造型灯展示，而是结合多项活动跟展演的沉浸式体验灯会。虽然没有主灯，但是晚上每隔半个小时就有精彩磅礴的主题灯光秀。酷炫的灯光秀里面还结合了台湾跟桃园的元素，相当吸睛。2024桃园灯会分南昌营区跟虎头山创新园区2大灯区，连接2大灯区的桃林铁路沿线也有相关的灯饰。南昌营区灯区结合国内外艺术作品，晚上也有市集以及街头艺人的定点展演。每天晚上2大灯区都有不同的展演活动，让大家天天来都有不同的精彩。今年的主题是闪闪桃园，闪闪桃林。那么2个园区、2个灯区有不同的特色。在南昌公园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有国际的展品，有我们台湾现代的一些灯饰。在虎头山那边有比较传统的这些灯会，所以大家可以体会到不同的味道。尤其明年2025年台湾灯会就会在桃园举行，那么我们希望说今年这个灯会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氛围、不一样的做法，然后呢为明年2025年台湾灯会在桃园热身。另外，在虎头山创新园区灯区结合了现代跟传统，每天都有传统的特技表演、汉服市集，重现古代元宵节气氛。这次还邀请桃园在地创作者，也是西塘汉服周活动发起人的方文山合作，让民众可以免费体验汉服。汉服展演更是加入文化导览元素，非常特别。然后就觉得那个周局长邀请我们参加，然后我们就增加一个汉服的元素。是，那我觉得说会让整个活动多了一点文化的元素，然后因为汉服它是一种穿戴的礼仪嘛，那穿越不同时代，对，没有错。那元宵节就是上元节嘛，那我觉得说穿这个有仪式感的，然后去参与这个上元节是元宵灯会，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桃园
为首创的沉浸式体验灯会打破传统灯会的呈现方式，结合多元文化元素跟展业，表示很特别，非常适合拍照。这个很不错，那其实就很好拍照。晚上第一个表演马上要带给大家，真的是不得了，非常非常的精彩。那种就拍起来每年都差不多这样。将我们汉服的展演请到了我们的，就是它照在不同地方会不同感觉，每个人看出来都不一样，觉得很好。对。2024桃园灯会从即日起到3月3号登场，由虎头山创新园区跟南昌营区2大灯区。假日灯会现场都能免费索取限量小提灯，搭乘大众运输前往灯会现场还可以拿限量小提灯，还有机会抽黄金手环。活动期间，旅作业者也有推出专属优惠，邀请大家一起来桃园体验不一样的沉浸式灯会。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感谢您收看3月8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柯万金，咱再会。